粵語有本字，彪哥話你知。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估一估裏邊嘅翁字，佢係咁樣寫嘅。個翁字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YONG 可以揾到。喺唐朝柳宗元所寫嘅《輕舟江雲記》裏邊有出現，原句係於是決去翁土，疏渡江圖。意思就係講喺唐朝中期嘅時候，輕舟即係而家陝西嘅略陽縣啊，由於河道淤塞，水運不便，於是當地百姓就組織起嚟，就去清理淤塞喺河道裏邊嘅泥土，令水運通暢。所以翁佢原意係指堆積。到咗現代喺粵語裏邊更加多係指填埋。我哋可以咁樣造句。突然間山泥傾瀉，哇！啲泥土擁住咗成部車啊！你哋學到未呢？關注我，送你7天粵語生存指南。